生飛滋都幾煩嘅，又痛啦，又辛苦啦。一起咗飛滋之後，通常都5至7日先至好翻嘅。嗱，飛滋有2種類型嘅，第一種類型咧就叫做無端白事自己生，咁咧就係佢有啲咧就係好似針頭咁細嘅啫，亦都有啲咧係比較平常，你哋最常見到嗰啲咧就係2至3 mm 直徑嘅。但係有啲人咧嗰啲飛滋生特別誇張嘅，可能有5 mm 直徑以上嘅。嗱，坊間有唔同方法咧去處理飛滋㗎，有啲人會咬飛滋啦，有啲人咧就會係揾鹽揦佢啦，或者用啲中藥係嘛，即係用啲西瓜霜噴上去啦，又或者好似我哋有陣時咧介紹俾病人咁樣，用啲漱口水，用啲棉花棒抹一抹個表面嚇。咁咧通常嚟講咧，呢一種嘅飛滋咧就係冇固定地方生嘅，但係有啲地方咧係會有固定地方生嘅，就係通常啲牙位生得唔好啦，有尖位啦，經常咬損啦。嗱，無論點都好啦，通常嚟講咧，我教病人咧就係用飛滋貼，嗱呢啲日本嘅飛滋貼，咁咧就我唔係代言人嚟嘅，不過通常嚟講咧，貼住粒飛滋咧，第一食嘢冇乸到痛啦，第二咧使用亦都相當之方便嘅。